喺英國買樓唔只得一種方法，一般嚟講有3種方式。第一，傳統放盤，即係放上 Rightmove、Zoopla 呢啲平台，等買家睇樓、出價、offer accepted 後，開始進行交易流程，而買家呢係唔需要支付訂金㗎。交易期間可能涉及到不確定嘅因素而導致交易終止，例如 chain broken。第二種方式 traditional auction， 傳統嘅拍賣，即係喺指定時間公開競價，成功嘅話當日呢要 exchange of contract， 買家必須支付訂金，通常要預先準備資金，例如 cash、mortgage 或者係過橋貸款。第三種方式就係 modern auction， 現代式拍賣，seller 個單位都會放喺 Rightmove、Zoopla 個平台上面，而 buyer 買家呢就正常咁樣預約去睇樓，但係會經過網上競價。咁一旦高過個 reserve price 成功後呢，個 buyer 呢會支付一個不可退還嘅 holding fee， 而且會一段時間俾 buyer 去做按揭 survey， 通常呢28日完成交易。其實每種方式都有自己嘅特點。Agent 傳統放盤時間可能會比較長，而拍賣 auction 呢就可以有更加清晰嘅時間表，再加上競價個機制，有機會帶來更高嘅成交價。如果想快啲成交同埋減少不確定嘅因素， traditional 或者 modern auction 其實可能會更加適合你。如果你想放盤又唔知道邊一種方式適合於你嘅話，可以隨時聯絡我哋。Thank you。